Hello， 欢迎来到 Go Go 恭哈发，我是怡姐，我是敏华。怡姐，你会觉得啊，每天早上一起床啊，就要想，今天到底要穿什么？光想这件事情呢，真的很耗时间哦。其实我也有这种感觉，不过我前一阵子去参加了一个展览，我觉得你我的问题有解了，因为在这展览当中，我发现有设计师把这个客家的元素融入了上班服装当中，不会太花俏，而且很时尚。这样说我也发现了，很多设计师真的很厉害，他们都会把客家的元素融入在衣服当中，也会把一些花布的元素融入在肤当中哦，很有特色。肤就是裤子了，其实呢，像是发布呢，它也可以把它做成鞋子。鞋子怎么说啊？鞋子叫做海，鞋子就是海。其实除了裤子啦、鞋子啦，时尚当中最重要的配件还包括了皮包哦。皮包怎么说呢？皮包叫做皮包哎，皮包哎。如果我们要教大家的是呢，裤子跟鞋子上有花的图案，这句话要怎么说呢？夫同海空有英法，夫同海空有英法。今天 Go Go 恭哈发透过镜头带大家来看一看，这客家元素融入了时尚，设计师如何展现创意。小姐需要帮忙吗？你好，麻烦你，我想要买一个上班用的皮包不晓得说有什么推荐的？皮包那我推荐你这一款同花束口提袋包，可以背背看哦，它背起来效果很棒哦。我觉得很不错因为这颜色很亮又有桐花，我觉得蛮特别的。那我想要买这个。那如果说我想要买小朋友的伞布不晓得说有什么推荐的？你觉得这一款肤怎样嘞？我觉得这个肤应该很百搭哦。那小姐你们有卖海吗？海现在已经卖完了，换季当中，所以我们现在只有室内拖鞋。小姐，我觉得你们的拖鞋好有设计感哦，好可惜海卖完了耶。对啊，要不然你下个礼拜再跑一趟，因为我们下个礼拜会有海进来。好啊。其实刚刚看了之后，我真的是由衷佩服这些设计师们的巧思还有创意哦。真的，他们超级厉害的。我们赶快来帮大家复习今天教的客家话吧。好啊。裤子怎么说呢？裤子呢就叫做夫，裤子就叫做夫。那如果是我们每天穿的鞋子，鞋子怎么讲呢？鞋子呢就是海，鞋子就是海。那如果说配件很重要，配件中的皮包，皮包怎么说呢？皮包呢就叫做皮包皮包就是皮包。对，如果说呢，今天要教给大家的呢，就是裤子和鞋子上都有花的图案。这句话要说的是“夫同海空有英法”，夫同海空有英法。今天 Go Go 恭哈发带大家走上时尚的尖端，我们下次见，下次见喽。